唔該，主席。民間諮詢會總結嘅第5點咧，第5點傾向大財團徵收利得稅嘅。咁你話加利得稅咧，就可能會影響香港嘅自由市場嘅發展嘅即係環境啦。咁我睇咧好多嘅發達嘅國家嘅即係資本主義嘅國家啦，例如德國，佢哋有30% 嘅利得稅，英國有23% 嘅利得稅咯。咁美國咧有差唔多40%。咁我都睇見呢啲國家仲未曾亡國啦。咁點解咧？香港係加稅係唔可行嘅咧？咁喺節錄翻喺呢個青年界別民間諮詢會市民嘅發言咧，咁民間方案提出向1000萬盈利以上或者以上即係嘅財團去徵收呢個1.9% 嘅專款專項利得稅。呢個融資辦法獲不同界別市民嘅支持。市民認為開徵利得稅做法公道。香港稅率亦都較外國低，即使加稅後，香港稅率亦仍然係比2003年嘅沙士時期低。加稅唔會嚇怕財團。亦有意見提及開徵累進利得稅並不會影響中小企業。發言市民又認為大財團承擔退休保障開支係應有嘅社會責任。香港理工大學嘅民意調查呢，亦都有相同嘅結論，近90%嘅市民呢係支持向大財團開徵累進嘅利得稅，顯示香港社會普遍認為有關融資嘅方法嘅。咁即係以下係我自己嘅意見啦。咁全民養老金方案咧，向年賺1000萬大財團額外徵收1.9%利得稅咧，係累進式嘅，係減低貧富懸殊。喺競爭嘅角度睇咧，仲要考慮其他嘅因素嘅，仲要睇市民對政府不滿嘅程度啦，同埋社會嘅安穩。市民係唔係家庭和諧啦？安居樂業，呢啲淨係影響社會安穩嘅因素嚟嘅。咁以愛爾蘭為例咧，當地嘅企業嘅利得稅係12.5%，係全球最低之一啦。咁佢咧亦都係蘋果嘅避稅嘅天堂嚟嘅。咁如果個稅率即係如果係低即係好嘅話，咁照計愛爾蘭咧就應該晉身為全球最具吸引力嘅即係市場啦。咁但係事實咧就並唔係咁樣嘅。咁通常成為避稅天堂嘅國家咧，大多數都係冇向嗰啲有錢人咧係徵收合理嘅稅款，而出現咗貧富懸殊嘅。好多謝主席。